候登场的是谁？许富兰，尖叫声！耶，谢谢。请这个尖叫声在哪里？哇 ，Hello， 后面的朋友，谢谢你们。对，手机的一个手电筒给它打开，好不好？很漂亮。带来第一首歌呢，很甜蜜的歌曲，叫做《阿爸见光》。今天是情侣来的，举一下手，好不好？情侣，啊，好棒，太好了。然后拥抱一下，抱一下。是你的名，风是你的伴，将你阵阵做入心肝。你是我的梦，我是你的线，永远踮你身边，予你通我。因为我已经沉醉伫你野蛮的温柔，为着你，我心甘情愿放弃自由。就算外面世界遐精彩，嘛袂搁消受。有你的爱，就是人生最大的享受。是咱的命，是风霜陪伴，唱出送予你的情歌。你是我的笔，我是你的纸，未来幸福美丽做阵来写。因为我已经沉醉伫你野蛮的温柔，为着你，我心甘情愿放弃自由。就算外面世界遐精彩，嘛袂搁消受。有你的爱，就是人生最大的享受。谢谢香港朋友，谢谢。相爱的人并不需要理由，从今以后我袂来放手，不免烦恼什么风风雨雨，把将你的快乐忧愁。有没有去吃海产啊？刚刚有听到修更啊，对不对？是像那个修更啊，雅吉阿去了。谢谢后面的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因为我已经沉醉伫你野蛮的温柔，为着伊，我心甘情愿放弃自由。就算外面世界遐精彩，嘛袂搁消受。你的爱，就是人生最大的享受。谢谢。听说另外一边有大港开唱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这边是旗津开唱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们觉得今天的活动办得非常的好，来点热情的掌声加尖叫声，谢谢。太好了，去年吧，去年我也是在那个沙滩上唱歌，有来的朋友举一下手看一下。
还是基丁本地人也只手我看到，有东西哦，好，太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带来一首歌送给我们奇经。这首歌呢有一个动作，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做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非常的棒，都知道哈。来，我们比一个爱心，我全场看一下。这个要比哦，有比疫情才会过，然后有比才会赚大钱，有比我们摄影师比较好拍。对，摄影师大哥有没有拍了？有哈，好，咱们对比久一点，对。好，这一首歌的重点就是，跟我唱2个字“宝贝”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模拟一下，1、2、3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爱2支手哦，拿1支手会变孙悟空哦，要2。好，再来这一首，那个米就腿送给你们。吹啊吹来人无啊寒，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去打伞。今夜的天星，你一定知影，痴情人思无的心情。如何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不惊月亮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来，要手招啊！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稀白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冷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很好，跟大家都有唱，再一次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待会要继续哦，双手一样来借我。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不惊月亮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稀白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冷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稀白花。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冷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好，给自己掌声加尖叫声。
的声音，所以我听无到恁的声。搁一遍好不好？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谢谢徐富凯，谢谢凯凯。哎，你这样子宝贝很多哎。我个人比较好客啦。那我们跟宝贝来合照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我手上有这张很大张的这个奇经券，有没有？来，我们先请许富凯帮我拿着奇经券来合照，而且上面有我们的凯凯的这个签名。我们拍2张，一张你先面对我们的台下歌迷粉丝。来，我们先看12点钟方向。来，同样的台下的朋友，来，我们再一起来喊哦。我们搭渡轮过来要度过幸福，安好不好？我讲1、2、3就讲度过幸福哦。准备好，1、2、3，度过幸福。搭乘这个渡轮就可以拿到凯凯手上的这个奇经券。然后第2张，来，凯凯帮我们面对舞台，跟我们的台下的歌迷一样。来，台下的有牌的拿起来，有手的拿起来，手拿起来，比个赞好不好？或者是比个爱心。哇，今天很开心。刚刚这个许富凯凯凯的这个咪就朋友们，真的好暖心，感觉好温暖哦。来，我们看12点钟方向，来1、2、3。来，稍微看一下左边一点点，来1、2、3，哎，后面的赞都在哈，谢谢凯凯，谢谢。哎，凯凯，我们再往前一点点，来，凯凯，我知道你是这个旗山人，对。这是旗丁，都是旗。可是据说你常来旗津。我常来旗津啊，因为我读书，我理科用大车，我读书得家商。哦。对，然后我只要到假日呢，或者是说，哎，我记得有一次是毕业典礼，对，然后下午都会因为休困嘛，所以我就跟我的那个同学们一起，就是来旗津这样子玩，一起吃很好吃的东西这样子。对，那。我去台北的时阵，然后讲啊，你到底多我到旗山啊，就是那个靠海的地方，很多海鲜可以吃的地方。大家不知道正确位置。其实旗津跟旗山，一个是海，一个是山。对，所以但是这个回答也是蛮可爱的，对，也就是代表说，就这人拢知道旗津是一个好所在，所以他们第一个印象就是在海边。对，所以你就直接带他们来旗津吃冰吃海产。对，然后再带香蕉给他们，说这是旗山。对，然后再坐渡轮，对，这样对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美好。哎，今天真的很开心，因为之前呢，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哦，真的也是很辛苦这个演唱会，但今天带着好歌声啦。谢谢。但我有个小小问题想问一下，因为在这个小巨蛋唱歌，当然感觉不一样，万人之上。可是今天回到在人间途经有没有？心情怎么样？来到旗津唱歌，非常好，因为对我来讲，我本身就喜欢海的味道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海的味道有一种很多五味杂陈的一种感觉。对，它有着快乐，有着思念，有着很多的含义在里头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非常喜欢海。所以刚刚唱起来特别有感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平常海水的味哦，海风安尼吹。感觉袂歹啊！真的，对啊，太棒了。然后呢，刚刚 Tracy 一直抱着这个有没有？你知道吗？上面就是有这个，这是超大张的旗津券，也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，就是现在只要搭渡轮来到我们的旗津，你就可以拿到100块的旗津券。这里的摊商啊都可以来使用，只要有贴纸，有配合的都会赢。是。而且最好的就是呢，你只要比如说我今天来，明天来，后天来，我每天都来，每天都可以拿100块。每天都可以啊！每天都可以，太好了！对呀，所以啊，这么多同班美食。对啊，所以下次富凯凯回来的时候，你也要搭渡轮。我会搭渡轮。对，然后你也可以拿券去吃。好。对，而且你刚才有猛修根啊，对不对？修根也对。修根你家啦。好，所以今天的这个凯凯除了带来很棒的礼物，有好听的歌声之外呢，这个签名的大张的旗津券要送给大家。但是你去店家你不能拿这个哦，他只会跟你合照，他不会还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是要拿真的旗津券，但是就是告诉大家，这个有纪念性的，好不好？就是今天你来旗津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回忆，有凯凯的签名。谢谢。所以我要问问题。哎呦，来哦。那我问一个，你问一个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没问题吗？好，首先我就赶快先来问一下了。刚刚 Tracy 有讲到喽。搭乘我们的渡轮来到我们的旗津，可以拿到什么？来，请放下。还有一件事情，然后你还要告诉我，我如果想要拿很多天的话，反正你就是稍微介绍一下旗津券给其他人啦，我怕人家不听我讲话，那 OK 吗？好了，准备好了，一样数到3，3。
红衣服的白衣服红条的先生，来，你应该听得懂我在问什么哈。现在你就是主持人，你直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可以拿到什么券，然后怎么拿。旁边是女朋友。搭渡轮就可以拿到奇经券，没有错。来，送给你。旁边是女朋友吗？旁边是女朋友吗？女儿。凯，重问呐。他老婆在哪里？在后面吧。OK， 好，你好会保养哦。哎呀，天哪！我也吓一跳，坦白说。因为好。可是女儿会哭浪。不是，这代表说。爸爸表演得很好，所以女儿也是很年轻、很漂亮啊。这个女儿应该才幼稚园吧？太过分了，姐，太过分了。我有点太夸张，太浮夸了。天哪，这个爸爸也太年轻了。这一定要常来奇经就会这么年轻。你用来晒太红吼。太可爱了。怎么那么有趣啊？好，第二题来给你。第二个问题啊，很简单啊，我就出这个上面的文字好了。好啊，没问题啊。请问这一张叫什么卷？这也是放水题耶，凯人真好，来放下来。那刚刚是我选的嘛，所以让你当坏人 OK 吗？对，你老婆在哪里啊？还在问，一直很想知道。太神奇了这一题。好，那所以接下来这个让你选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吗？好，我这拍了。拍谁啦？没了，马进了哈。好了，一样数到3啦哈，但是数到3要赶快压起来哦，准备好了，注意安全啊，不要把口罩拿下来哦。3，小气吧？不要紧，马进来。我已经揣到了。好，多几个。我首先要谢谢我的粉丝，因为他们很大爱，所以我们把这一份那个可爱的礼物，就是留给我们奇经的朋友，好不好？我先跟你讲一下，你真的，他们下午2点多、1点多就已经来现场卡位了。他们一直在发现实动态，他们吃什么啊？很过分呢，很过分，这样很哦。好，那我们谢谢粉丝，我们就把机会让给其他的朋友来。好，这个是什么券？你已经看到了，好，是哪一位？刚刚这一个，我正中间这个，对你在跟我挥手的这个姐姐，黑色衣服，那个桃红色，对。桃红色的姐姐，橘色口罩。好，姐姐，请你大声的告诉我，凯凯手上拿的是什么券？奇经券。耶！谢谢，恭喜！好，来有我们的凯凯直接签给你。怎么办？等下刚刚的哥哥如果跟我说他要重新拿礼物，来，我拿给你。好啦，现在在钩子啦，太可爱了。好啦，其实许富凯真的是非常忙，然后呢，也特别在这个忙碌的行程当中，也是要力挺我们高雄，力挺我们旗津。我在地，我高雄人呢，一定要来啊！所以呢，这个好听的歌声当然不能够间断啦。所以接下来我要时间再交给我们的凯凯喽。好，我刚刚有提到嘛，就是说。其实海的味道有很多的含义在里头。接下来我会秋季续瓜呢，是我在去年自己写的。那我觉得高雄对我来讲是我很重要的养分。对我底下就是比较读册，比较做工课，毛啦，比较做工课，然后就这样一路去到台北漂工作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我对故乡有一个很我怎么说呢？有一个每次当你一个人在台北的时候，你会想起很多的事情。对，所以呢，我就用这一首歌来代表我当时所有的心情。哇，太棒了！来，这一首《魔仙》，掌声鼓励。这首歌如果让你想到某一个人的话，这首歌有一个特点，把想的那个人放在你心里面，好不好？雨窗外的风吹散，白色的花间，犹原搁在伫遐。同款擦着彼丛无声的牵挂，这几年开的花，拢是思念的影。门口的孤单。纯粹我甲你作伴，想起着较早，你拢是坐伫这，定定在笑脸离乡的囡仔，望伊的身影，紧转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。请你
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。当初有一份亏欠，藏伫心肝，你是不是？伫故乡等待我，已经离开了苦海。思念无声，我有话想要讲予你听，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牵着我偷偷仔行。妹妹不要再哭了好不好？还是弟弟？门口的孤单，纯粹我甲你作伴。想起着较早，你拢是坐伫遮，定定在笑脸异乡的囡仔，望伊的身影，紧转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了苦海。请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。当初有一份亏欠，藏伫心肝，你是不是？伫故乡等待我，已经离开了苦海。思念无声，我有话想要讲予你听，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牵着我偷偷仔行。伫故乡等待我已经离开了苦海。思念的声，唱出了牵挂。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牵着我偷偷仔行。人生有你，我是幸福的囡仔。日头流落山，就会想起你画着我的名。谢谢。好好听哦！我刚才一直说怎么这么会唱啦？不知道是我刚刚的歌声是吓到后面的妹妹还是怎么样？我刚刚狂哭哎，没事哈，没有是太好听了，谢谢啦。对，只是不好意思，我又上来了。哎，怎么说？你知道吗？是台下反应很热烈，说我也想要拿凯凯签名呐。哎呦！所以应观众要求，我们现场签热腾腾的，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，因为真的不是我个人偷签的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这一份会剪成100片送给大家，然后大家见面就要拼图，是不是？太可爱了。好啦，来请凯凯帮我们签名。那这上面写的是来旗津放心玩，就是希望接下来是不是你说要送给大家嘛？对。那我觉得我等一下签，我想要这一张比较特别一点。哦，对。你要干嘛？不说哦，好，我们凯凯慢慢在后面画画。但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呢，这个来旗津放心玩，因为接下来一直到8月份，每一周在我们的旗津都有很厉害的活动会陆续登场。天哪！对，所以希望大家就是来到我们旗津都可以放心的玩。当然，基本的防疫的基本功还是要给它做好咯。对，没错。那我们就先选，你先不写，我先不写。哇，这太刺激了。好。那我就一样问一个很简单的题目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刚刚有提到，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到旗津怎么样？所以就是牌上的东西，大声的给我念出来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好吗？放什么玩，或是什么新的玩，或是放心什么之类的。对，我们的大字报已经在这里喽。这份礼物很特别哦，来数到3，1、2、2、3。
就是你了，就是那只宝贝。他会回答吗？什么？啊，没有错。姐姐，你口罩戴好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事。好，那姐姐你可以，你姐姐，你要怎么给他这个礼物啦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哦，叫何云。何哪个何？合作的合。一个女，再一个雨。哦，再一个雨。给予的云。云呢？哦，云哦，上面有署名哎。哇，何云，哇，谢谢我们的凯凯。因为真的很多的歌迷粉丝很开心，今天可以这么近距离来听到我们金曲歌王带来好听的歌声，而且呢还带来这个礼物。其实，在这个牌上签名哦，真的就是希望大家像我们牌上说的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旗津，然后来放心玩。但最重要就是搭渡轮来，你就可以拿到旗津券，而且接下来每一天都有精彩，每一个礼拜都有精彩活动。然后明天呢，就是这个电音 party 了，好不好？电音 party 哦。哎呀，凯凯好像很喜欢跳舞哦，来送给我们何云，谢谢。今天就当做你们两个结婚喽。你人家狗追，又想比爱心了，要不然就孙悟空啊。孙悟空，你的梗好可爱。谢谢啦。好啦，我不再闹你了啦。但是台下的朋友，如果你觉得不过瘾的话，记得去 follow 这个凯凯的脸书粉丝专，因为接下来有哪些活动啦，发新专辑都会跟大家分享。对，因为新专辑也在筹备了。哇哦！对，然后也希望真的有机会可以回来高雄再开个演唱会。好啦，演唱会我们今天就当暖场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再次给我们的凯凯一个热情的尖叫声。谢谢。再来这一首《听你拢会的心》，谢谢，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你们。谢谢，我记住你了，何云姐姐。手机手电筒再打开。满天的星，排着偌多人的约定，人生路程，像一条路叫做人生。你陪我讲心情，你陪我看风景，你陪我去探听幸福的原因。天顶的月，听过偌多人的情话，有因会，像世间人变化足多。若春秋想要体，定定不是你的。颠倒脚踏实地，幸福才开花。我行过有影，你伴过孤单，咱看过繁华，已经变成跳袂开的形影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才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才用心，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，拢是为着甲相合的人团圆。措施要做好，然后也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。对，再给我们高雄市政府一个热情的掌声，举办更好的活动，谢谢。我行过有影，你伴过孤单，咱看过繁华。已经变成跳袂开的形影，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才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美丽的风景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才用心。
的残忍，拢是为着甲惜甲的人团圆。原来上天的感情是两人算苦看同心，原来上水的春天是经过酸洗才换来的真情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这认真，两人为情受伤的过去，画出一张美的风景。我听你的入心，你爱我这用心，所有爱不着人的残忍，都是为着甲惜甲的人团圆。听你的是一听伊歌拢会入心，对不？好了，我相信呢，这个。